再来看民进党立委罗致政方别讲，迄书面影片的争议检调的鉴定结果还未公布。国民党今仔搁再公布20段影片，嘛交予检调，呼吁讲一天内就要公布调查结果。罗致政早起伫面册回应，质疑讲国民党影片的来源，嘛批评中共介入选举，搁甲拿赢的政客一条龙作业，影响国家。另外，民进党不分区的立委洪胜汉嘛方别讲有开查某的影片。洪胜汉是讲影片是假的，嘛已经报案了。民进党立委罗致政加入去本港影片的风波，以前早无公开的规定，检调鉴定的结果到今也未公布。国民党找到公布那像是罗致政20段上新的影片，会全部交予检调来鉴定，呼吁爱伫一天内查明真相，公开予大家知影。而且嘛有那样立委认为讲 ，Deepfake 影片分析的特点是真恶假造。如果这个影片调查处证明是真的，那么我请赖清德要立即要求罗致政退出这一次的立委选举。那背后有一颗字啊这个影片，其实罗致政委员真的要证明自己不是影片中人你不公开那个检验报告，不然你公开你背后那一颗字啊，还是你要找我们委员来帮你看你的身体我也愿意啦。罗致政早起嘛伫人面册铺文，质疑国民党影片的来源，批评中共介入选举，甲拿赢的政客是规旁做伙作业，甚至影响国本。呼吁国安团队就要赶紧调查，公布真相。行政院长陈建仁是尊重甲支持检调调查，呼吁民众认知中国介入选举的手段。罗致政委员的不雅的影片已经鉴定完成。什么时候公布？这件事情呢，已经进入了司法调查。我们行政院呢，完全支持呢，也希望呢，我们检调单位呢，能够尽速查明真相。同款加入去本港影片风波，迄个民进党立委洪胜汉，特别暗时伫咧网络顶流传那像是性教育的影片。洪胜汉出来驳回讲，这个影片是假造的，想要影响选情，已经有报警察。不是疑似是我，那不是我。我其实，在去年12月收到这个恐吓信件的时候，我当下其实就坦荡荡的报警了。我不是昨天媒体报道才报警，也不是今天才报警。地方委员洪胜汉他在12月的时候接到恐吓信件，那后来由刑事局来受理报案，我们用恐吓罪的案件来受理报案。那目前相关的资料，我们已经在调阅追查中。洪胜汉强调讲，影片内底查甫人真明显无流喙鬚，体格嘛加真瘦，根本就不是伊。刑事局表示，去年12月已经受理报案，目前当地积极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